重金，你中文吗？等一下，拿到重金是吗？拿到奖金。那我等一下不管哪一题，我都要写拿到。马上你看，我是不是有公平哦。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汉尼班赏收的节目喽。那今天要进入我们独家暗自 say 的单元，暗自 say。那今天谁要来暗自 say 呢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那从娜娜口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刚才要讲台语的娜娜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应征豆浆，我是应征豆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來 CCY。大家好，我是什么都不会的关少文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來的迪達。好，那今天一样，当然就是要来独家暗自 say， 要暗自 say 什么呢？今天担任我们猜题者的就是坐在中间的 CCY。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四個提示人要寫下答案的提示，韓國用漢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。提示當中係講要從怪事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敗機會，係講跳一敗團唔錯嘅。聽耳朵做得用 QQ， 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扮聲音無聊。請你戴上你的耳機。大家冇問題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，唱歌啊，唱歌。給你2萬塊，哎，聽不到。好，那我來公布我們今天的題目嘍。今天的題目是請客，哎呀，哎，請客好難。這會有文化差異的問題嗎？好怕写到一样的哦。請客，那可是有帶朋友來嗎？對，在溝通，對不對？在跟我們這些人溝通，給我點靈感。剩下20秒了。等一下，被你们弄得也想改了。你在寫作文？確定哦，你真的要自己確定哦。我让他们写什么符合规矩。好，3、2、1，請翻版。好險，我都沒有跟你們一樣。我跟你錢是撞了。錢擦掉哦，有錢的話都要擦哦，掉我的意思还可以，對，我少了一个字应该 OK OK。 OK OK，这个是那个啦，也不会，也可以，很多制作人都会，很多人都会，很多都会做这种事。对。不是暗示哦，不是暗示哦，节目下一档还要找我。好，那我們需要啟班燕老師的，請 Q 他。碳板要怎麼翻？對，直接念攤板。碳板，好好好。好，大家都會了，都準備好了，對不對？可以 Q CCY 回來嘍。好，CCY，歡迎回來。好了，哦，完蛋。猜得到的，猜得到的，一定哎呀，我觉得可以完蛋了，好，來，可以。猜得到就做到。哎，我們從娜娜口開始。拿到重金，你中文嗎？等一下，拿到重金，是嗎？拿到獎金？對，我以為我在拍客家節目。啟班燕老師，老師是嗎？ 6，對啊，對嘛，對他沒有打我嘛，那拿到尹真拿到獎金，好。對啊，他真的是寫那拿到。我等一下不管哪一题，我都要写拿到。馬上你看，我是不是對的？因為他就跟國語一樣，拿到車票，拿到重站金嘛，對。破解，我們破解了。尹真，我的是資助人來攤板，自主什麼看板？資助人來攤板，自主的人，來攤板，資助人自重你來看板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自重你來那看板。關關。吃胎產有寧夫，哦，這很像。假的，吃太慘，吃得很慘，就有福，有寧夫，有人福。好，來，我們再聽一個地打的。本後胎房，哎呀，給得很大方啊！哎呀，不淘胎房，給得大方，又有獎金嘛。資助人來攤板。準備好了嗎？等一下這個吃胎產，有寧夫，這太慘，有人夫。 CCY 有答案了嗎？我們要準備了。沒有。準備好了嗎？是太餐哦，是大餐，然後有人夫。有獎金，有。好，等一下，太準備好了嗎？CCY，我們第一輪的答案是。等一下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答來了。案是答案是尾牙。
还蛮像的啊。不是吧？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轮。第二轮你想要补字还是翻版？对啊，我觉得要翻你的。好，听不懂他的是不是？对，我要翻尹真的，我翻尹好，真的。那尹真请翻盘。他看了也不懂哦。做人来探班，会干嘛？干嘛看？他干嘛？干嘛？好大方哦！好 ，OK 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谢谢哇。第二轮的答案是完蛋了，为什么越来越难了？抽奖。请客。哎，请客为什么会到？拿到奖金你非请客啊？哦，这个方向。吃太惨有你福，有你，有你福。行二班上宿，歡迎來到牙記芭比巴士入邊 coffee 要黐係咪？講二講行二。嗨，今年牙記公司衝動到錢哦，故所入擺米牙，我盼到動鬧熱。米牙一隻自動生氣哦，嘅牙係講 Q 辣廚二老實了，開公司嘅條價會去800個，咩做得講做牙，咁米牙呢係講 Q 辣生意嘢實了，公司嘅條價就話攀米牙，帳篷派來搶員工來食，家下遊戲地度吼，嘅底打講本錢當開房，衝係一隻條價呢。喺公司要賺錢，挨天我準備動到現金來幫員工出獎，哎呀，現金就啲入邊啦，我幫我嘅 partner， 七八你唔是出獎啦，條價用七隻本年哈，哦，再去買七八隻，補七八嘅，加飯呢小氣，客家用蠻講咧，就係壓擦，喺度度吼當。科嘅條價，就得用客話來講哦，一隻條價係壓擦咯，連別價比哦就唔攀得強。米牙開房條價用賺錢，我來打天花。喂，條價，我係芭比，我一百人客千度呢，我聽50種咗，阿樣呵。按只係有什麼就賺你哦吼，人客反而講客人，本人就睇嘅貴賓做很多人客，加去百貨公司買東西嘅時節，人家就做係人客，做係顧客嘅意思。將人客前面標一個通詞，搶人客就是請客嘅意思。咁你哋我來幫佢搶哦。有人來付錢哦，本人食到飽哦，做隻攀作，食唔停還可以保賺起哦。攀作反而按到外匯，希福卡要做好事，叫做愛搶人客攀作，安尼啲嘢好，人客搶人客攀作。同你哋講哦，客家人攀作當貼皮咯，還會打糍粑哦，打糍粑搶大家食，大家鄉下來打嘴鼓，鄉下當糍粑，安尼感情當好哦。有看到我後背冇？糍粑人啲打糍粑，糍粑人打糍粑，又係幫係咪來打糍粑？糍粑，打糍粑，打糍粑，打糍粑，搶人客。搶人客，没错，搶人客。如果以後想要叫人家請客，可以就叫人家搶人客啦。搶人客，我沒有獎金，沒有獎金。